先来看天气，今仔日有一只包机直航的泰式航空飞行机，原本要对曼谷直飞台东，所以因为风伤透，所以先改对高雄机场降落，后来才搁飞往台东去。气象署是提醒讲，这方面伫下暗接近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有发布强风特报，而且各地的天气对下暗开始拢会无稳定。看板电源班机毋是延误，就是取消。下晡3点外，金门机场阁因为大雾，阁再关起来。金门地区透早就大到雾，能见度较无200公尺。机场几落该关起来，原定要飞台湾，再阁转飞偏湖的铁人3项金门代表队，嘛调伫机场无法度出发。我们就取消，因为我们到了台湾还要再转机到澎湖，那么这样的旅程可能就受影响。看到班机未开啦，结果嘛拄着这种气候延误啊。金门小三通因为天气不好影响，有延误也是取消。金门县港务处公告，因为海峡状况不好，甲中国协商，金门水头到厦门的5趟航线，早起11点了后，规工停航，捌有500多人抵等。在100外旅客的泰式航空伫高雄机场降落，这是泰国曼谷飞台东的头一台包机，原定降落台东丰年机场，却因为风伤强，无法度降落，转降高雄了后，中昼了后，再阁顺利阁飞台东。方面晚间，气象署发布强风特报，提醒18县市要注意6至8级的强阵风。拜六暗时开始，强对流刷入来，各地天气拢会变不稳定。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山区的雨势会是比较明显的。那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，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、雷击、强阵风等一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。礼拜开始雨减少，不过东北季风会增强，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会较凉，高温降7度至8度。礼拜至拜一透早是这波东北季风影响上明显的时阵，低温差不多14度。后礼拜一日下开始，佫会快速回温，日夜温差大，请民众爱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